如果一間屋住18個人，你估會熱鬧成點？70年代尾到80年代初，TVB 其實拍過唔少以小朋友為主角嘅劇集，好似《父子樂》到430穿梭機裏面嘅《蟲女的故事》、黑白僵屍，相信唔少人都有印象。不過今日想講嘅就係一套淨係個名已經令人好難忘嘅《吳家18口》。究竟點解會有18口？原來珠江飾演一位單親爸爸，有7個仔女；黃淑儀飾演一位單親媽媽，又有6個仔女。兩個人結婚之後，已經有13個小朋友，再加上珠江哥哥兩個暫時寄養喺屋企嘅仔女，足足15個細路。最後加埋兩公婆同羅蘭飾演嘅工人，啱啱18口。依家聽落，15個細路住埋一間屋，真係難以想象。不過喺70年代，一個家庭有5、6個兄弟姊妹，其實並唔罕見嘅。老實講，套戲講嗰啲乜，我已經記得唔係好清楚。但係15個細路一齊食飯、一齊玩、一齊生活，淨係諗下都知道一定嘈到拆天。雖然而家已經好難睇翻完整嘅劇集，但當年 K100嘅宣傳片仲可以見到15個小朋友逐個出場，講自己喺劇裏面嘅名同性格。3個大人，15個細路，一屋18口。呢個劇名我到今日都仲記得嘅。你又記唔記得吳家18口？